议长郭信良表示，台南市政府为了兼顾责任减碳甲照明，正陆续将全市23万帕的路灯要换做 LED 灯，包括进前员工使用的海尾寮桥，因为部分路灯是采用传统的纳气灯，市府伫个接管以后，嘛将陆续来更换。议长发现，伫未来将要完工的本安桥嘛是有同款的问题，对此透过立委陈廷辉来协调。希望公路总局会用个变更设计改换 LED 灯。我们发现说，海尾寮桥在当时候，有部分是 LED 灯，有部分是钠灯。那变成说还要再更换一次，因为现在我们要求就是为了节电，所以全面都要去做这个 LED 的更换。那我们觉得这样非常可惜。如果今年我们的本院寮桥如果一样设计是又有 LED 灯又有钠灯，那是不是我们还要再更换一次？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一次在通车之前，赶快把这个问题解决。那现在基本上因为过去的设计是钠灯，那我们也要求未来所有公共工程，我在立法院未来我会有提案，我们所有的公共工程都要用我们未来的一个处置方向。我们既然前瞻都在鼓励各县市政府来做 LED 灯节电，那怎么可能我们自己的公共建设的设计还在设计钠灯？全台南市呢，在今年都已经发包完整，花了将近9亿元，将整个耗电量大的这个钠灯呢改为 LED 灯。那这两座桥关系安南区很重要的桥梁，那也是要整个配合一致性，让民众觉得都是用 LED 灯不可以有这个突出这座桥呢只有钠灯，这是我们所期待。那整个道路看起来就比较都是 LED 灯，也是省电，让市民的观感会在当家。为了避免完工以后，再来更换一届，浪费公款。对此，公路总局嘛要求设计单位愿意来变更。至于进行整合的传统纳气灯，市府工务局嘛将纳入移交，作为未来传统纳气灯的汰换更新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